OK，我哋整呢個 Granny Square 呢粒吊鐘啦，嚇。好。Magic Ring 起針啦，就6個短針啦，起6個短針。咁我哋 Magic Ring 起啦，就記住一個立起針，然後就1、2、3、4、5、6個，咁就拉返細佢啦，拉埋佢，又唔使拉太緊嘅，因為你跟住會穿嗰個10個咁樣咁上下啦 ，OK， 又唔好太鬆嘅。咁我哋就去返第一針啦。記住你哋就如果未熟第一同第尾嗰針咧，你就記住落 marker 啦。OK， 咁我哋你落 marker， 咁你數針啦，就數返佢到退向後數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咁啊呢一針啦嚇，咁你咪篤咗先啦，或者扣咗先啦，你自己方便。咁啊嗱，呢一個第一針篤咗落去做拉拔。OK， 好啦，咁拉拔完之後咧，我哋就放個針落去個拉拔嗰度，咁樣放嚇，2條邊仔 ，OK， 2個 loop 嗬，好啦，咁啊我哋拉拔完之後咧。咁咧，正話呢個係你記住呢個係正話你篤咗拉拔嗰個，呢個係第一針嚟噶嘛。咁我哋就你認住佢啦，然後咧我哋就做一個立起針去第2行咯喎。咁今次我哋唔係擴大，唔係即係按比例擴大佢，我哋想佢即係尖尖地、彎彎地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呢一行咧係隔一針先加針嘅。咁啊，我做咗立起針啦，然後喺第一針嗰度做一個短針。好，做完之後咧，你就放個記號扣落嚟呢度，得唔得？咁啊，扣住佢。OK， 呢個第一針嚇。咁好啦，第一針咯喎，隔離嗰針啦，到隔離呢一針，我哋就做2個短針，一個同一個窿嚇，2個。咁啊，見啦，1、2、3已經做咗3針咯喎。好，然後咧就第三針咧就做1個短針 ，OK。第4針啦就做2個短針，1個、2個，總之你雙數加1針嚇。好啦，第5針就做1個短針。好，到最尾啦，第6針啦就做2個短針。咁咪1、2、1、2、1、2咯。OK， 咁咧就係有9針噶啦，呢度你調翻轉頭數啦，由第一針呢個數起，咁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 OK， 咁好啦，記住我哋正話扣咗落去個拉拔針嗰度咧，呢個橙色呢個拉拔針咧，你就唔好織咯喎。咁啊唔好理佢啦，總之咧你就揾下一個第一針嘅，你自己記住啦，黃色係第一針，橙色係拉拔針啦，你自己嘅色啦嚇。如果冇扣針咧，就用第二啲色線咁樣穿落去，咁啊自己認住佢。好，我哋就拉拔係第一針嚇，既認得嘅就剝咗佢，唔認得嘅你就掹一掹開佢，掹一掹開佢嚇，掹一掹你就易篤啲嘅啦。OK， 咁啊篤咗落去。做拉拔，咁啊結實啲啦，嗬！我哋做得，咁啊做拉拔，好啦，呢個我哋做完咯喎，咁我哋拉拔完咯喎，就剝翻呢個拉拔針出嚟，扣翻落去個拉拔度，扣翻落拉拔 ，OK， 好啦，然後咧我哋就
做第3行啦。第3行咧唔加唔減咁樣一針出一針，就總共9針。好啦，咁啊記住我哋上做新一行，記住上1級樓梯啦，因為短針啊嘛，1級樓梯就係1個鎖針。OK， 咁然後咧篤翻落去你呢個第1針呢一度嚇，篤翻落去夠位就篤，唔夠位認剝咗佢就認住個窿嚇。咁啊1針做完啦，咁你又係啦，剝咗呢個記號扣，扣翻落去第1針。OK， 咁好啦，繼續做啦，做咗1針咯。咁啊1針出1針，好啦，到第2針啦，第2個啦。OK， 第2個2針，好啦3針、4針、5針、6針、7針、8針，好啦9針。OK， 咁啊自己做完咧就記得數下針啦嚇。記住有底有面㗎，佢會攣咗㗎。做下嗰陣時，你咪反翻佢咯。就啦，數針向後數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 OK， 咁啊啱啦。好啦，然後咧做完咯喎，就點啊？又係拉拔啦，拉拔去邊度啊？拉拔去第1針，唔好落拉拔針，唔係拉拔呢度啊嚇，拉拔去第1針，即係黃色嗰個先係第1針。拉拔去第1針，有位嘅就篤落去，冇位就拆咗佢嚇，認住個窿。好，咁我哋就拉拔 OK， 咁啊做完拉拔針咯喎，我哋就將之前嘅拉拔針拆咗佢，就扣翻落去正話你拉拔嗰度 OK。咁啊，拉拔同埋嗰個立起針係唔織嘅，係愛嚟俾你拉拔係埋尾，埋嗰一圈嘅尾，然後立起針就係下一行嘅高度咁。好啦，我哋到第4行啦，第4行就減針㗎，因為我想佢咧彎咁樣彎地落去。咁咧我哋就又係記住啦，上樓級1級 OK， 上1級樓梯即係1個 chain， 咁又係做一個短針 OK， 喺第1針呢度做一個短針。做完咧又係啦，將個記號扣拆咗佢，扣翻落去第1針嗰度。咁啊嗱，你慢慢咧做得多咧，你就會認到你嘅第1針噶啦。認到之後咧就唔使呢啲記號扣噶啦。嗱，拉拔立起，見唔見啊？打橫拉拔，打戙立起，呢2針係唔織嘅。OK， 咁你到時你自己咧認得啦，織開慣咗啦，咁你知道呢個係第1針。呢個係拉拔前邊嘅，呢個係最尾個針。OK， 好，我哋繼續做咗1針咯喎。咁呢個咧，我哋就隔1針減針啦。咁正話記唔記得我哋喺第2行呢度咧，就係第1針就1針，第2針咧就做2個短針，咁咪加咗1針咯。咁咧我哋調翻轉啦，喺呢度咧就係第1針短針。第2針咧，我哋第2同第3針咧，我哋就要將佢變做1針，咁啊即係變咗係減針啦。OK， 咁咧我就用隱形減針法，淨係挑前單邊，咁呢個減咗針出嚟咧就會靚啲，冇咁大，個窿唔大嘅嚇。咁你就挑前邊，然後再挑。咁啊，隻手咧就放鬆啲，唔好同佢緊咧，佢嗰啲窿就會細噶啦。咁啊，翹落去，咁你記住翹晒咯，翹唔晒你就撥下佢。OK， 咁我2針都係攞前單邊嘅。OK， 我哋攞咗2個前單邊啦，先至翹線。OK， 先拉佢過嚟，咁咪。係等於正話做短針嘅動作咯，2個碌咁啊，先收埋佢，2針變1針，咁咪變咗係減咗1針咯
係咪啊？呢度2針就變咗1針，咁咪減咗2針咯。而家係1針2針 ，OK？ 好啦，繼續啦。咁我哋就到第4針啦。第4針又係1針單就得啦。我哋隔針減啊嘛，嗬。好啦，5、6我哋就又係咁樣啦，挑前單邊。OK， 咪挑 ，OK， 放鬆隻手，挑咗之後咁樣拉咗出嚟，2個 loop 翹拉2變1 ，OK， 好啦，然後咧我哋剩翻3針噶咯喎，嚇，咁就係7、8、9啦，7針，第7針我哋就單嘅1針，好啦，第8、第9針咧就減針咯喎。你見到呢個拉拔針，所以呢個係最尾嗰針，咁啊第8、第9針啦，一樣啦，挑前單邊1條、2條 ，OK， 2條，好，咁我哋就翹線拉線過嚟 ，OK， 2個 loop 翹拉2變1，好啦，做完咯喎，咁啊即係收完啦。收完之後咧，咁我哋就可以解咗呢個拉拔呢一個叫扣啦，因為做4行啫嘛，咁我哋唔需要佢啦 ，OK？ 咁好啦，我哋就點咧？最後個動作就係拉拔翻去正話嘅第1針，咁就係呢個黃色啦，我哋就篤落去 ，OK？ 有位就篤落去 ，OK？咁咧就，然後咧就係拉穿晒過去筆 ，OK， 好啦，拉翻緊佢，然後咧做一個 slip stitch， 即係最後啦鎖針，做一個鎖針，然後咧大概咁長到啦，因為我做起要5個 cm 啊嘛，咁我呢一條咧都可以做留鬚嘅其中1條咯，咁我大概係咁多度啦嚇，我隻手咁多度啦，咁啊剪咗佢。拉晒出嚟，咁啊掹翻佢 ，OK， 咁可以解咗呢啲扣啦，全部就完成噶啦。咁呢個滴滴咧，呢個吊鐘咧就做完啦，就係咁樣嘅出嚟嘅。咁之後你就睇翻我之前點樣整呢個掛呢個鬚去個 Granny Square 嗰度，同埋呢度點樣做流蘇咯 ，OK， 就係咁樣啦，好簡單，4行嘅啫。